大家好，我係阿普，我係阿茶。2026年人口普查會喺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進行。你又知唔知人口普查嘅目的係乜嘢呢？一齊睇下啦。呢封信係通知我被抽樣選中做2026年嘅人口普查喎。其實點解我要做人口普查呢？人口普查係為咗搜集香港人口同社會經濟特徵嘅最新基準資料，並且按地區嘅分佈情況進行統計。除此之外，資料對於研究人口變動同趨勢非常有用。唔止啊，政府喺規劃同制定政策，私營機構同學者喺進行商業決策同學術研究嘅時候，都會用到人口普查數據㗎。份問卷問咁多嘢，咁我嘅年齡秘密會唔會俾人知㗎？你可以放心喎，人口普查搜集所得嘅資料將會嚴加保密，所有資料只會用作編製統計數字。咁啊，咁我快啲填好份問卷先。請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。你嘅參與好重要㗎。